大家好啊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，今日推介嘅就係呢一個維特健靈嘅麥通37啦。佢係三高心血管科醫生推薦或有助穩定膽固醇嘅產品嚟嘅。佢有效清理血管裏邊嘅垃圾肥油啦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又可以增加血管嘅彈性，從而穩定三高嘅指數。而且咧，麥通37係得到超過95%醫護用家嘅推薦嘅。大家認為佢1個月內咧就可以改善心翳啦、頭重啦，同埋手麻嘅三高症狀嘅，真係全方位穩定三高指數。嗱，好似啲三高人士啊、高危人群啊，或者係吸煙朋友啦，或者平時飲食唔健康啦、缺乏運動啦、肥胖人咧，係非常之啱食嘅。佢市場價咧係賣緊479蚊嘅，而喺健康博覽期間咧，大家只要成功登記成為健靈會嘅新會員，就可以免費做健康測試之外，仲可以由健肝寶啦、麥通37等等嘅5種產品裏邊揀一款試用裝添。有興趣朋友快啲嚟展會期間嚟我哋嘅攤位 G02030506了解多啲啊！到時見。